Hello，大家好我是 Dr. 陆啦，一位20多年的肾脏跟内科专业。接触到鼻翼是因为我太太，太太她是背脊骨是弯的疼痛30年，踹了很多方法，只是说没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因为那个还离不开它。经过 Aurora Series， 那个裤子穿，然后3个月30年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变了，我看到 BB 产品开始比较相信，然后我就开始有穿是为了前一天前一天晚上4轮小便，很烦因为不能睡觉好好来一直起来后来穿了3个月左右才看到改善，改善就变了小便是一侧就靠近天亮的时候这样还能够接受了接下来不知不觉也不为什么裤子越来越松那觉得不对路，那么样松少了1kg因为再重新买过